我仍活着真好。作者亞達尼。2025年8月26號係我永遠都唔會忘記嘅日子。嗰日下晝，我去做婦科定期檢查，報告竟然發現有異常。醫生叫我盡快同專科醫生聯絡，尋求醫治。聽到呢個突如其來嘅消息，我都唔知點樣反應，只係話哦。嗰一刻，我唔係好驚慌，因為我知道天主一定同我一齊。我即刻聯絡我嘅醫療保險經紀，同佢商量點樣跟進。呢位保險經紀係我教會嘅老朋友，佢好快幫我聯絡。我先後約見咗婦科醫生、腫瘤科醫生，進行磁力共振同埋靜止電腦斷層掃描。另一方面，我都得到醫生轉介去公立醫院接受治療。喺10月21號，我就展開為期7個星期嘅治療。能夠喺咁短嘅時間就開始療程，我同屋企人都好感恩。喺整個治療過程當中，副作用令我痛苦難受。不過，我能夠感受得到天父一直陪住我，同埋賜俾我勇毅安心。而我嘅丈夫每日都無怨無尤咁悉心照顧住我，陪我往返醫院，成為我嘅天使，令我好感動呢。有一日，我望住佢咁講：老公，呢段日子真係辛苦咗你啦。佢反過嚟安慰我：你差唔多日日都要治療，受苦嘅係你呢。聽到佢咁講，淚水就喺眼裏面湧我出嚟。諗返起1996年，我哋兩個喺玫瑰堂舉行婚禮，向對方發誓，無論環境順逆、疾病健康，將永遠愛慕尊重對方。而家丈夫嘅承諾確實兌現咗啦。除咗丈夫嘅支持外，教會裏面有好多嘅弟兄姊妹都以唔同嘅方式為我打氣同埋祈禱，亦都願意替我履行教會嘅義工服務。公司嘅同事又樂意分擔我嘅工作，令我可以專心同病魔作戰。嗰陣時嘅我就只能夠更堅忍咁接受治療，去回報佢哋對我嘅愛。雖然只係7個星期嘅治療，就好似經歷咗一場漫長嘅戰鬥。感恩遇上優秀嘅醫療團隊，減輕咗我唔少身心方面嘅疲累同埋不安。雖然係咁，副作用仍然為我帶嚟極大嘅挑戰。當我覺得孤苦無助嘅時候，就會呼喚天父，阿爸父啊，亦唔會忘記呼求耶穌哥哥嘅安慰。有耶穌在我心，一切都必如意。我會重複喺心裏面輕輕唱呢2句聖詠。我都會深深吸一口氣咁講，吸入聖神。呼一口氣時就話，呼出不安。喺接受放射治療嘅時候，我會念聖母7苦玫瑰經，邀請聖母媽媽陪住我，咁樣我嘅心靈就得到安慰，痛楚都減輕唔少。其實，如果將我嘅病苦同主耶穌嘅十字架苦難所受嘅苦相比，我嘅痛、我嘅苦又算得上啲咩呢？我更希望我嘅病苦能夠分擔主耶穌一啲啲嘅苦難就好啦。呢一刻，
7個星期嘅療程已經結束，我亦啱啱返工2個星期，狀態唔錯呢。我深切體會得到，每一種痛苦嘅經歷都教我去檢視生命嘅價值，反省同天主、同人、同自己嘅關係，接納人性嘅局限同埋身體嘅脆弱。我又體會到，越係能夠接納自己嘅有限，就越能夠投奔無限嘅天主。越係願意託付俾天主，天主就越樂意聆聽同埋輔助我哋。我始終相信，天主所安排嘅一切，為我都係最好嘅。痛苦嘅經歷終會過去，況且有天主陪伴，又使乜驚呢？寫到呢度停筆啦，我仍然活着，真好。